云林大西乡的五条港安西府，过年初1到初3有举办跋杯送动机车送奖金的比赛，初1到初5是来举办过平安桥的活动。安西府赞！云林大西乡五条港安西府河西张李木千岁，嘛是台湾西海岸重要的王爷信仰中心。当年安西府拢会伫农历12月29暗时11点来办开庙门的仪式，邀请乡亲做来拜拜求平安。团拜后嘛会放烟火。伫新村有开庙门，抢头香。今年有信众献上100万的动机，庙方将伫初1到初3办跋杯赢动机奖金的比赛。欢迎全国的先信来登来到安西府互王爷请大家食好食，过凤凰七星桥。庙方欢迎咱乡亲过年时会当享受云林西海岸的人文甲风景，迎接新的一年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